来看桃园燕麦场，目前是吨58000吨的粪扫哦，但要处理。环保局表示讲，有2座的焚化炉会来安排处理，望讲明年底哦会当来处理好势。大粪扫场的大量粪扫已经砍土，暂时是片无明显的臭味，这是因为区原本大粪扫场就伫社溪边啊，离石窟底仔的自体区真近，居民过去是一直忍受有够臭、蓬蓬烟，佮有四界拢是呼吸在问题，大家拢希望讲这粪扫会当较紧撤走。有时候很臭，它会挖去烧啊，因为它先存放这里嘛。那个味道我也说不出来，反正就是会有一股味道。然后蚊虫又很多。通过去是因为处理能量无够，当期面对粪扫处理的压力，只好暂时把粪扫放伫大粪扫场。目前3座的大粪扫场，估计都有5.8万吨看现的粪扫，但要紧清掉。环保局讲，新营焚化场去年底完成整改，省职能中心嘛伫今年初正式营运，佮加上下关市的区域合作调度模式，互粪扫的处理量能是大幅提升。已经逐步有余量可以来处理整个桃园市民产生的垃圾哦。那我们预计在115年哦，可以把我们裸露面5.8万吨的部分哦，来予以清除。环保局表示讲，桃园逐工交付粪扫的产生量平均是1300吨，原来2座焚化炉逐工有存处理量差不多100吨，会转数投入去焚化这看现的粪扫，而且以风险较悬的龙潭电子炉，佮有观音补充，用煤原本大粪扫场做优先，目标伫明年底来完成全市看现的粪扫的清除作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